呢個一定要買，呢個絕對係藝素顏底妝嘅作弊神器。Hello， 我係化妝師 Elise， 今日同大家分享5樣喺松本清一直回購嘅好物。第一樣 Cannondale 懶人精華面霜，一啱代替爽膚水、精華、面霜，仲可以當睡眠面膜同按摩膏用，就連木村拓哉都大推。我用完紫色，明顯 feel 到皮膚白咗2度，用埋粉色就好似打咗 Botox 咁緊緻，細紋同皺紋都淡晒，輕鬆躺平靚。第二樣呢個卸妝膏啱晒成日化妝又好懶做深層清潔嘅你，我用嚟卸濃妝、眼妝都冇問題，入面3種吸附力超強嘅碳，仲可以吸埋毛孔嘅污糟嘢，連黑頭粉刺都少咗。卸妝同時護膚。第三樣抗菌消毒藥用番梘，女仔用呢嚿番梘洗貼身衣物一流，乾淨又安心，最緊要係又平又好用。第四樣解救沙漠唇嘅秘密，維他命 B2、B6。如果你嘅嘴唇1年4季都乾燥甩皮，搽極潤唇膏都係咁，唔該快啲補充維他命 B2、B6。第五樣施成潤彩唇膏，啲色全部都好靚，可以包色咁滯。呢個秋冬黃皮膚嘅你想提升氣質感，呢3隻色係專業推介，呢個絕對係藝素顏作弊神器。想知第6樣同產品清單，留言 JP 即刻 inbox 話你知。下次見，拜。